人工智能推理系統芯片供應商愛心源自1月30日起至2月5日招股，計劃發行1億股 H 股，一成於香港作公開發售，發售價為每股28個2，集資29.6億，每手100股，一手入場費2848個4，預期將於2月10號掛牌買賣。中金、國泰君安國際、交銀國際為聯席保薦人。愛心源智慧 AI 推理系統芯片供應商，專注於邊緣計算與終端設備 AI 應用，其核心技術包括愛心通元、混合精度 NPU， 支持 INT4、INT8、INT16動態精度，適用於邊緣同終端 AI 推理。愛心智謀 AI ISP， 全球首款規模商業化嘅 AI 圖像信號處理器，提升視覺數據質量。POSA 2工具鏈同 SDK 支持模型轉換、優化與部署。產品矩陣包括終端計算 SoC， 主要用於 IP 同同族攝像機。2024年出貨量全球第5，中高端市場市佔率24.1%。智能汽車 SoC 針對 L2 加級 ADAS 應用。2024年為中國第2大國產智能駕駛 SoC 供應商。邊緣 AI 推理 SoC 8850系列。2024年為中國第3大邊緣 AI 推理芯片供應商，商業模式為無晶圓廠模式，專注芯片設計與銷售，通過平台化運營實現技術重用同快速產品迭代。根據卓識諮詢嘅數據，按2024年出貨量計，愛心源智係全球第1大中高端視覺端側 AI 推理芯片提供商。根據同一資料來源，其喺全球視覺端側 AI 推理芯片市場處於領先地位。2024年排名前5。根據招股文件，截至2025年9月30號，公司累計 SoC 交付量突破1.65億粒。邊緣 AI 推理 SoC 出貨量從2023年2.1萬粒增加至2024年10萬粒。截至2025年9月30號，智能汽車 SoC 累計出貨量則超過518800台。此外，公司正在積極開拓 M57 SoC 客戶。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獲6款設計訂單，亦喺2025年11月同蔚來旗下公司豪威集團等成立重慶創園支行，專注 M97 SoC 研發與銷售。國際貿易政策影響上，公司預計2025年中美關稅調整唔會對業務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公司收入由2022年嘅5020萬人民幣增至2023年嘅2.301億。並進一步增至2024年嘅4.729億。此外，收入由截至2024年9月30號止9個月嘅2.542億，增至截至2025年9月30號止9個月嘅2.69億。該增長主要歸因於成功收購華圖以及終端計算業務嘅持續擴展及智能車載 SoC 及邊緣 AI 推理產品銷售嘅快速增長。毛利由2022年嘅1300萬增至2023年嘅5920萬，並進一步增至2024年嘅9940萬，且由截至2024年9月30號止9個月嘅5350萬，增至截至2025年9月30號止9個月嘅5700萬。該增長主要由於本年度收入大幅增長。此外，邊緣 AI 推理及智能汽車產品嘅銷售額持續增長，亦進一步推升咗公司嘅毛利。於2022年、2023年、2024年以及截至2024年及2025年9月30號止9個月，公司整體毛利率分別為25.9%、25.7%、21.0%、21.1%及21.2%。2022年至2024年，整體毛利率有所下降，主要係由於產品組合嘅變化，尤其係終端計算產品佔比增加，而該等產品較其他產品而言，通常毛利率較低。但其後隨住公司持續升級終端計算產品，並逐步推出若干中高端型號，加上市場對該等產品嘅接受度不斷提升，整體毛利率亦都有所改善。於往績記錄期間，排除以權益結算嘅股份支付、贖回負債帳面價值變動及上市開支後，公司喺2022年、2023年、2024年以及截至2024年及2025年9月30號止9個月，分別產生4.441億、5.425億、6.277億、4.895億及4.622億嘅經調整年內期內虧損，主要由於往績記錄期間產生大量研發開支。於往績記錄期間，
一般及行政開支，以及銷售及營銷開支增加，以及贖回負債、帳面價值變動。公司嘅客戶類型主要為 OEM、集成商、分銷商。2022年、2024年前五大客戶收入佔比為91.5%、85.4%、75.2%。最大客戶收入佔比為46.9%、36.0%、23.9%。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9個月則為28.0%。按產品計，公司嘅主要收入來源為終端計算產品，其佔比最高，於2024年為94.5%。其次為邊緣 AI 推理產品，於2024年佔比3.9%，2025年前9個月升至5.9%。智能汽車產品喺2024年佔比1.4%，2025年前9個月升至6.4%。地區上，絕大部分收入嚟自中國，公司已將該等所得款項淨額用於以下用途：約60%將用於投資優化公司現有技術平台，約15%將用於投資研發項目，約5%將用於公司嘅銷售擴張，約10%將用於股權投資或者收購，約10%將用於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